配合加州中醫藥針灸合法化24週年紀念，美國中醫基金會同加州中醫歷史文獻館合編咗一本記錄加州華人中醫事業嘅歷史文獻，俾中醫業同各界人士參考。呢本名為《光輝的回憶》嘅加州中醫歷史文獻，依家可以喺加州中醫業機構同埋一啲執業針灸醫師嗰處傳閱。呢本書除咗有中醫界嘅先驅者卞伯奇、余更南同李全真等3個醫師嘅回憶，記述當年加州中醫爭取針灸合法化嘅艱苦過程之外，仲對涉及中醫界權益嘅特殊事件作出咗調查報告。此外，仲收錄咗重要嘅立法文件，為加州華人中醫立下第一部歷史專著，亦都為曾經為中醫事業作出重大貢獻嘅前輩留下傳記。我哋寫呢本書光輝嘅回憶，主要係希望俾呢個前輩有個交代呢啲老前輩做咗咁多功夫，佢哋唔怕俾人拉俾人污蔑咁，但係終於咧都有咁大嘅成就，所以我哋咧好對呢啲前輩咧應該有個好好嘅紀念同埋好好嘅呢個回憶。同時呢，我哋又希望後輩呢有個借鑑。加州中醫界指出，針灸熱潮喺70年代初期喺美國出現，係因為紐約時報一個記者發表一篇北京針灸手術報導而掀起。隨住針灸熱，加州中醫界開始推動針灸立法運動，因為佢哋意識到只有通過立法程序先至可以保障中醫藥嘅生存同發展。中醫界表示，當時美國第一個職業針灸團體加州中醫藥針灸學會喺卞伯奇、邱德陽等多個醫師聯合病家喺推動下形成一股力量，去爭取主流醫學界嘅認可，同埋大力游說議員同政客嘅支持。經過多年嘅努力，終於喺1975年爭取到 SB 86提案通過。中醫界唔忘記當時加州議員 George Moscone、John Burden 同 Willie Brown 嘅大力協助，咁最後係得到州長 Jerry Brown 簽署，順利落實。從此，中醫藥針灸取得合法地位。20年嚟，再接再厲嘅立法運動，令到加州中醫藥針灸進一步納入工傷保險同部分私立保險系統裏邊。保險公司20幾年嚟一直拒絕接受中醫嘅治療，但係而家開始主動將呢個中醫作為一個福利，作為一個吸引呢個投保人嘅一個重要嘅一個福利，嚟吸引更多嘅投保者。所以呢個社會風氣已經改變。當然咧，因為我哋中醫中藥咧確實幫助到好多病人。時至今日，加州執業嘅中醫針灸師至少有7000人，其中唔少係白人醫師嚟。加州政府喺舊年成立針灸局管理，提高醫師嘅考核條件，規定今後中醫藥針灸執業資格必須有2年大專教育，同埋要完成3200個至4000個小時嘅專科訓練。咁喺華裔聚居嘅灣區，針灸呢一類中國傳統嘅醫療方式，喺中醫界不斷嘅努力之下咧，已經係獲得社會大眾越嚟越廣泛嘅認同。而美國嘅醫學界亦都喺最近嘅研究中揾到針灸止痛嘅科學證據。江良偉報導。一直以嚟，西方主流醫學都以科學證據不足為理由，懷疑包括中醫在內嘅另類治療手段。不過，新澤西州嘅醫學研究員經過對人類大腦橫切面影像嘅對比，終於證明針灸有明顯止痛功能。喺對比中，光咗嘅部分代表患者疼痛程度，喺針灸後代表痛楚嘅部分明顯減少。呢項研究發現，雖然患者痛楚減少嘅程度因人而異，但係針灸確實能夠減輕痛楚。喺研究中，實驗人員反覆試驗喺針灸前後對同樣程度痛楚嘅唔同感覺，結果證實喺一定情況下，針灸用作麻醉嘅可行性。對於呢項研究結果，加州中醫師聯合總會嘅陳大仁醫生
有咁嘅睇法。我哋覺得中醫神秘，我哋覺得中醫不可思議，主要係我哋現代科學唔到呢個高級嘅程度，能夠發現裏邊嘅奧秘。咁啊，而家好似腦部呢啲咁嘅化學物質啊、神經介質嘅變化，呢個因為我哋而家先發現啫嘛，幾千年前已經存在嘅呢個問題。咁我哋嘅希望就係將來呢個中醫嘅發達，現代醫學嘅繼續發達呢，將會發現更多嘅關於中醫中藥治病嘅機制。目前主流醫學界仍然研究緊中醫藥針灸嘅止痛原理，希望能夠令更多人接受針灸作為另類治療手法。26台記者江良維報道。